主后2022年7月26日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甲基督同受苦。圣经咱来看提摩太后书第2章1节到13节，咱做伙来读。所以我的囝，你着靠基督耶稣的恩典坚强起来。你伫真济见证人面前，对我听到这个教示，着交托互遐个忠实，嘛会堪得教示别人的人。你着做基督耶稣的精兵，甲我做伙受苦。互遐个兵，若要互官长欢喜，就毋通互生活的代志颠骹盘手。运动员若无照规则比赛，就袂得到冠军的华冠。骨力正直的农夫当然先收成。我所讲的话，你着好好啊想，因为主会互你了解逐项代志。着记得耶稣基督，伊是代笔的护卫，上帝互伊对世人中告我，这是我所传的福音。我为着这个福音受苦，甚至亲像犯人，互人连累。毋过上帝的话无受捆绑，所以我为着上帝所拣选的人忍受一切，互因嘛会得到基督耶稣的拯救甲永远的荣光。这句话通相信，咱若甲伊同死，嘛会甲伊同活；咱若吞忍，嘛会甲伊做伙掌权；咱若毋认伊，伊嘛会毋认咱。咱若失信，伊犹原信实，因为伊袂当违背家己。以上，甲基督同受苦。今年是马偕牧师来台湾宣教150周年，中教会举办真济活动来纪念伊的贡献。若无过去亲像马偕这样的外国宣教师来台湾宣教，台湾人毋知伫时才会通听见福音。当时宣教师向台湾人传福音的时，经历重重困难，不但真恶互人信主，甚至还遭受侮辱和人身攻击。伫马偕的宣教过程中，就捌遭遇互人放狗家，用粗鲁话辱骂、荒诞石头等等。毋过，伊却无软弱。基督教伫台湾的发展，确实是透过宣教师因的受苦服侍，才有今仔日的成果。保罗互提摩太知影，伫宣教服侍是会受苦的。伊恳切讲：所以我的囝，你着靠基督耶稣的恩典坚强起来。提摩太后书2章1节。保罗邀请提摩太做耶稣基督忠勇战士，甲信徒做伙分担苦难。伊提醒讲，基督徒伫传福音的事工，应该着专心一致，就亲像入伍的兵士，袂当互营外的事务缠绕，也着亲像参加竞赛的运动员，需要遵守比赛规则，佮亲像骨力的农夫共款温群工作。也就是讲，做忠勇的基督精兵，应该专心一致，受严格训练，佮着温群为主做工。保罗讲到，我为着这个福音受苦，甚至亲像犯人，互人连累。伊安尼讲，并毋是要夸耀家己为着信仰有做偌大的牺牲，是邀请提摩太来学伊为福音受苦的心志。保罗进一步讲，
上帝话无受捆绑。对保罗来看，受苦绝对毋是传福音的结果，总是甲基督同齐受苦本身，却是福音的一部分。所以，甲受监禁的苦难对比，保罗搁较欢喜的是，福音并无因为安尼受捆绑，反倒互真侪人会得到基督耶稣的拯救，甲永远的荣光。对初代教会以来，历世历代的福音宣讲者，包括宣教师、教会牧者和忠心的信徒，拢是甲基督同齐受苦、忠勇的战士。透过因亲像军人专心一致，也亲像运动员严格受训练，搁亲像骨力的农夫温困做工，互福音通得到广传。相款，咱也着伫教会服侍尽心尽力，伫社会诚做基督福音的见证人，伫生活中用性命来见证福音。就算亲像早期宣教师伫传福音的时，会受人指指点点，甚至受攻击，咱也着承接这样的信仰精神，诚做甲基督同受苦难、忠勇的战士，通互咱伫传福音的使命有份。默想，我愿意为宣教受苦无？我愿意照着我所行的，互上帝话语无受捆绑无？我愿意为着宣教受苦无？我愿意照着我所行的，互上帝话语无受捆绑无？咱来祈祷，主啊，求你互我清楚你的呼召，愿意伫宣教事工受苦，通互我诚侪甲基督同齐受苦、忠勇的战士，互福音会当广传，奉主耶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